君啊，不仅要三毛出众，而且要司法之妙。哎，陈爷姐，你刚到魏夫人家来，带了什么好吃的没有？我买了，是点点往软的，是软的往的辣的。我买的东西不能吃，只能空。哎呀，是怎么处理出去的笋子啊？不要说买，就是掉在地上也没有人要的。可小姐就是喜欢。小姐的孙子可多呢，有做的有的，哎，等下的下牙的，我喜欢你这吧。你看这孙子上面越照须知写的四股大字你。哎，谁叫老师子啊？哎呀，你呀，好戏子与我人名字江岸，听得他提姥姥会必子孙，一把同孙子两人，大街上
魏夫人怎样生？老爷，为夫人生小姐的事实有长进。好，老爷，崔爷经带了一把笋，这笋上啊，还有名人递的誓言。拿来我看。下去。妙计有情，好事好事。小雨潇洒情深我无人心，赵西子，恰如来赵西子，请比老公。我到本要先去请他，想不到他都来了，陈爷，快去把小鸡叫来。是。慢。陈爷，你将这把笋子拿去小鸡皮店，送来为王。是。你不是错，鸡贼难得呀。家许成龙，谁是弟子们，可惜我这样不难，不知毛是我难得女儿长过。曹西子公子不在家中，哪里去了？听童儿说，才能为友去了。哦，老爷，这是求老爷送来的请帖。哦，这玉壶整只一袋是稀世之宝，说是送与小姐的。神医在往下等候。家园，你叫雷声说明老夫人是小姐私有处办，引来你阴山千寻。是。稀世之宝，珍贵一张，准好好保存。啊，什么人？要上来！不家里女什么事？老爷最远进的门不开，来了一个送去也望他收回不随不想开岁自此日月自在比呀
什么地方？小生不知。言不真，举止操作平得为。不是去到金吾人，便是切肉投降，不珍贵。我投下去，只当死是大吧？且罢，我有功无犯何罪呀？若想与故市场有冤有仇，堂堂堂尉，你真是毫不讲理呀！竟敢阴长老夫，与我送棍绝板！来，老爷送不得，怎么送不得？什么？你是什么？他就是赵西子。你是什么？老爷，他就是孙子长西子的赵西子。我等着你送官就办啊！彩爷，小姐见了孙子怎样生？老爷，小姐看了孙子上的事十分满意，那这是他写的。今日一发出去，他也必有少意，须知业务之间，万不吞就真的。我日有哀愁之意，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曹西子。哦，你就是曹西子啊！难道我有家的不成吗？茶叶，快去告诉小姐，是赵西子来了，叫他在手里赶紧滚开，啥是危险啊！是。哦，原来是赵公子，失敬啊，失敬。万不相顾之为礼。哎呀，快去啊！见过少公子。别查。这就请坐。实在言语冒安，来望公子见谅。哪里呀？实在差生相亲公子，是公子出门为问去了，是吗？哦，真是。哎，我说，请用茶，请用茶。谁不早小生高士力？晚走你，马上就来呀！什么马上就来呀？请用茶，请用茶。
得意公子真是有情啊！有情啊！恭喜公子啊！喜从何来呀？那我家小姐看中你了啊！这个是玩笑之词。这不是玩笑，是我见陈小女文转的意思。我本想在不有中去，要请见人在此，东北官本上落。亦有为人长者日记，他为望他为来进再是小心福缘我功名第一彩落山必砸红包家山内无把地，老夫手来从银在公子你把不事事这结果我知他是不传吧哟满地高低不相当，贫富原是难相配。我三季战水凤凰飞，8年英军四方界。公子是太傅钦差。是天罗梦本皆富贵，我不爱如此千金品，你只管催叫年轻来。这里神令我再此一步，作为先门望公子手下。老夫乃当朝太尉，小一位军事名门归秀，难道为配不上你？这是什难聪明，此话怎讲？昔自我不为并生娘，心与并紧相随。昔自我不图功名与利禄，不团荣华与富贵。错了，我与这一根草先冒出中，这就是我。
向老夫言出世上，是一不有钱来王道之身，你的一切一归我为天理学备。老爷，有人前来报话。哎呀，公子，你在这里好好的想一想，努力等你的回应。岂肯出错啊！这怎么死的呀？哎呀，曹喜子啊，曹喜子，哎，谁叫你越江而来？越江而来，我岂能越江而来？哎，我越江而去。为将女儿许配于我，乃是一片诚心，我有岂可不言而平？不必待我小事一封，只有一颗一丝为真。要来的哟！为这兄弟聚会日下而去，却不出王喜子不中成家境。哼，赵喜子，我日四方不亚于你，你真是好不是的，去。
家相公面长还是面短啊？这倒也是的。大弟，你不要忙，我家相公一定会来的。相公啊，这婚喜欢我。哦，你家相公也喜欢把我，只要把我家马上到此走。他是谁？下个企业请客去，会好事如家庭好。哦，他也懂事吧？来，你看，这就是我家相公写的。谁是他的呀？听我讲小弟说，赵西子的事啊，怎么样？也不过如此。我家相公的事啊，可称天下第一。切，难道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吗？听我家相公说，只有他的师妹才与他不相上下。你知道他师妹是谁？他们没有见过你，我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那你说？从今在阳光，可可年华公子家，小弟是把烈血冒，我饮酒情有多为中官比乱世美，女子姻缘几百年好，从此偏遇不破金婚，金婚新年遇江涛。你家小姐又财又有貌，这个谁买不要啊？你看啊，他真是个爱头母人，该找相公去。你吃什么呀？我得找相公呢。今天是3月初3，先生才知都在这里吟诗作文，小弟就把我跑来。原来是邓康，小弟呀，小弟，不道你气闷难消，墙外来这内中有
实在可爱呀！你不要胡说八道！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做什么？你好不讲理！你呀，你才不讲理！我这道功你跟到懂，我这道戏你又跟到戏，你到底是爱子还是疯子？我也不是爱子，还不是疯子，我乃是讨戏子。你呀，你是爱对爱闹的爱子。这拉拉叉叉真体痛。小娘子，你这个把我看美吗？啊，这把我啊，这把我是我家小姐心爱之物。哦，你家小姐也喜爱把我？我家小姐不仅喜爱把我，而且还精通司法。你家小姐是谁呀？哎，我家小姐来了，小姐。
微不足道，不必多礼。小姐，这孙子我刚从街上买来的，上面还有赵西子写的字呢。哦。我的好友曹喜子送喜，曹喜子啊，他的事可成为天下第一。但是小弟喜爱，我可以将他挥别离酒，一切在我自己。不好，我要请小弟指正。赵喜子的字连笔识读不是，哎呀，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写对，怎么能成妙计永记？又怎么能成天下第一呢？我看啊，还不及一个卖字先生。赵喜子啊，赵喜子，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小娘子，请问你家小弟真心方明？陈爷，小姐，轿子停在哪里？小姐，我去看来啊。
云同唱，同给您草芥相怀才是非。但愿定下把年纪，红事一结同心。千金红盖之中是为非，不是用子所分少功名，匈奴的人少为公子虚徒不在女，只怕你脸上少有关兵亲戚太亲，一年流马永晚回，多不同情才牙高，兰亭一见我偏亲。相告，我与你并不远子难相配，三季正岁龙王比，八年英雄是不给，文卷不与名称心与比今天离与之意，不等同往的。小姐，我们回去吧。回去吧。请问你家小弟怎姓方名啊？你问他呀，他就是你6、4、1、4月江儿道吧？我想与他配亲的是家大小弟史文娟。小弟，小弟。不想你百里，不想你百里，就最想你。冰儿，你可知道小弟这生母子意？哎呀，你真是一个美女妇。
他怎么会不来呀？你到门口就等留下的啊！你去呀，你去呀，我要你去呀！小姐她一定会来的哟。写不好，怎么会成天下第一？还有多少话要对你讲？我悲伤情，
送。喜子，你怎么了？魏夫人，相公好像生病了。哦，好端端的怎么生起病来了？我倒懂得一道，娘来叫他看看，到底是生的什么病？我哪里来的病？他差病儿去送信，本尊请我来看病。清晨等到夜黄昏，谁知来了可女一生。性命需要心牙医，不为妻子改病情。纵然你是女娲图，也乃至妻子母心的美。妻子，娘我来请你看看，到底是生的什么病？我哪里有什么病？哎呀，这病倒是不轻啊！相公得重病了。一见之意，也清醒，两眼望穿，还家人，三菜素人不自理，四肢不离少精神，关闭身。不理你老人无知，幸福人欺凌越错把论身居地平原哎呀，实在这场气量，魏老师怎会知道我心里的事啊？魏夫人，相公得的是什么病啊？心不因心恰在心，病虽是病，不是大病。没事没办法子，我就是一个心的。相公没有病啊？病虽是病，不是病，情杂无情，恰越情。一会儿说有病，一会儿说没有病。魏夫人，相公到底是什么病啊？一见此因，两眼望穿，究竟平原嘛，哎呀，实在是不轻啊！一见之因，两耳望穿。魏夫人，你比我都还要高明。听得老师有人话，心就心情好三分。外让老师家病痛，了谁为情自病悲。病儿来，去此来。老师拿我的病。有病嘛，须得我药。呀呀呀！我的病不是服药就能够好的呀。天下无双，自为中呀起身
王连观察，王峰见不闻有误的，这有何用？哎呀呀，这有何用？你呀，真是王族聪明，你可知这正是一张良方哦。上风口也放江啊，须知那前日夜来问早生，如今人面经不完，切莫再中断心神。王连苦观察年，若他真理须精分。有我好比有母的，两人皆是一家人。好呀，放两方，好呀，放两方啊！老师，这倒要放苦死。是西文卷收开。老师，你也认识他？我怎么会不认识他？他是我的良人，因为他是名门贵女，不比你的妻，所以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啊。说出这来问卷，原往往是师兄师妹呀，仙姑哎呀一张两方子并非，戏子恢复究竟人，外王老师周大妹，领着咱们就是亲。你光费心思旁的人，只怕女人不答应。不为中一传家音，人为不肯修终身。本着愿将终身去，关于他的老母亲，不知人心难言，怎能为父母命？昨然当岁空欢喜，六四一字总好给来临以后女子那三笔呀，防风有何用啊？用来自教。那么王爷观草呢？
心也可怜才有大才，这就对了。对在哪里？想太尉谁之故者，对他十分爱才，手里的师傅大人也许能挽回这门亲事。喜子，这房屋可是文娟所生，在此你可知文娟生我之意呀？我明白。你呀不明白。怎么？文娟不是说你立朝喜子的旨日都没有写好吗？少喜子的旨日与把我的印上不是极其相似。哦，老师喜子来。反转小姐生，我的字还不止一个卖日先生，你此去必有情，情女。去看看啊！
小妹加油啊！去看他们，去啊！你看你。
不错，我是美死的。好像啊，你是这里有新到的尸体，不要美的。好，那来让我看看。灵隐山那有名家姓氏，好大的口气！哎，这是我家相公说的啊。你家相公是谁？贵居人理财不知，大名鼎鼎财。你休要不善啊！相公，这里有新到的尸体，可要美的。终于真经。不妨困困。相公，这里有新到的尸体，不妨困困。这里有新到的尸体，写得也是好事，真是妙不可言。新到的事情写得也是好事，真是妙不可言。新到事情写得也是好事，真是妙不可言。上边下方要知什么？大官不了。哎呀，这里有新到的事情，写得也是好事，胜过赵羲之。哎，你这个外子先生，你在讲些什么？我是新到事情，写得也是好事，胜过赵羲之。哦，胜过曹羲之。怎么？你认识赵羲之吗？曹羲之嘛，就是我。我的东曹好友啊。赵羲之啊，我也认识。你也认识他？只是他不认识我啊。哦，原来是此啊。你既是赵羲之的同窗好友，我不拿去给赵羲之评评评评。后人想，为继城里的女君才，性命三世几文章。难道你也认识他？
有多少门夫三去举起，他不退富贵与勇往，国女之言，但是不加我心中十分钦佩。祁门军了得的真迹，当然是真的喽。我若他从今买他，你能带去就找戏子拼命，怎么？那就送与你吧。哎呀，这怎么可以呀？听说找戏子，他是吹他的字啊。什么？他是吹是天下无双，可笑他是光芒四方，有志在傲岸天下，他可比金帝之王我看你也先把他的好事来。啥子我写成好事来？我真名为是本名叫。此话当真？当真，你咋是写成好事来，我就把你为死了。好，这就写。
早些子实在三归，三归。你刚才不是说是赵喜子的同窗好友，怎么现在？实不相瞒，我就是曹喜子。哦，你就是曹喜子啊！今日那见先生真是三生有幸，我赵喜子言出是上，来，请上水冒一杯呀！先生爷，你这么一拜，拜饱了。哎呀，我还忘了问他的真姓大名。相公，你知道他是谁？呀，他就是你14爷相弟，他为千金，谁家的小姐，为夫人的有生命的师门。那个麦子先生，他可是一个男的。女士，美子先生。刚才那个麦子先生，你是我家小姐呀。妻女，这乃是妻女啊，这乃是妻女啊！我看你真像个脸人物。你家小弟可在讲两我些什么？我家小姐生你是因为是这份骄傲。我家小姐最不喜欢骄傲的人。我一定改，我一定改。公子啊，今日相为三家下，两人无数忠情的话，小姐她愿随公子走天涯，公子切莫恨了她。相公，
必速速为父。出了数子了，有人前来审问，老爷要你为父上了。你先回去禀明老爷，使我即刻就回。是。姊妹，这便是我是好啊！太尉在西府里聚婚要将而去，这是你自己亲笔手写，事情急于不容啊！这叫我怎么办呢？弟弟虽然固执，但他是分裂才，只要你书没有大进，也许能不出弟弟出来。你是在叫我可怜司法？不但苦命，还得苦惧。是来，你是叫我走他将妹，出外有无恙？你家有一天下，方知女人之大，有呀天下。
云鬓东边无心里。为吾最近又不是相杀，故日都待过了几天。啊啦，今是有人要来提亲，天师那老儿再也不玩偏冒出众，为吾亦要为日遭罪。不知女儿意下是乎？弟弟，你日不是已经有了吗？啊，不是，你哪里有了啊？弟弟要三昧落真，承诺你对命双亲，私定终身为门风，为门女子少教训。我即使替你做过媒，你疯了！哎呀，弟弟呀，那个弟弟自做媒，此乃是你青云。哦，你说的是那个赵西子？哎呀，他呀！不同山结海
南岳山，我本想送他进衙门，这里是转阳出去要为民定生。弟弟你真可不随心，亲自许婚又悔婚，只怕旁人要你人转阳出去要挖民生。你真是老伯伯休息，是他当年来求婚。至今他自出人错一家错，望弟弟呀，要再生气莫气当今天下才知道我为你另攀高情，应许婚子。女儿记忆许终身，就我琵琶琵琶领家人，我的旨意着女儿自死不嫁。啊！哼，为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十一不如言出是山。弟弟，不许理他，实在的他为我娘。为夫人到，为为什么来了？哦，安郎，你去舅舅家庆寿的时候，魏夫人已经来过了，是替儿做媒来的呀。哎，安郎，魏夫人夜里不起，保为你称心满意。弟弟，万怕找不到一个适宜的郎君。哦，好了，你就在屏风背后待一下，啥是关系啊？那就叫衙门可秀一声，哎，可好啊？是。哎，好了好了，进去。啊，魏夫人，请坐。哎，魏夫人，请坐啊。魏夫人，是你一个人来的吗？公子出外有约去了。哦，太尉，这是公子的事法，请太尉观看。别听吧，喜事正旺，好事，好事啊！下表人事已有为，几件事法又见其这一年，赵喜子怎能与他相比？太尉，你看怎么样啊？记在难得开出家乡，不知其貌似何？其貌呢？哎，其貌似何？太尉。才
父母之命，妹子之言，岂能不从啊？定了，十一不二年测是11不二年测是3。好，魏老师。哎呀，完了，那不是哎，已经在云了嘛。这个上列去前啊，姻缘不让走尘上，太尉许下真恩情，本主的启发心宽大。弟弟，婚姻8年都别外，弟弟万须细思量啊。也许他是好文章，不顾自今这样光，是自己人天下上，愿赵公子赵东上。这让水里望到人，两人皆是好悲啊！对，完了，你看怎样？女儿的终身，哎，生命弟弟做事都是为夫人出征之事，管决不及。妾身理当要老。太尉11不二年测是3，11不二年测是3啊！好，此次妾身告辞。送为夫人，送为老师。哎，魏夫人，哎呀，你失了问题，还不知道哪位公子的姓什名贼呀？他姓邵。哦，也姓赵，乔爷叫什么名字？小日也少。道爷。好。哎，道爷，他是与秦风雅谁？神也是一神。哎呀，魏夫人，我问的是你，他的道叫什么呀？他的道叫哎，叫什么？叫什么啊？做什么？他叫赵西子。赵西子。怎么？太尉，妾是为何？哎呀，魏夫人，你有所不知，他no，这就是他的情缘。太尉，你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手一定要以示为真。对，要以示为真，以示为真，对，要以示为真。
人，我家小姐快你来了。魏老师，文娟，多日不见老师，实是想你。是啊，一日不见嘛是个山丘，3月不见嘛是个。小姐，你瞒得过老爷，可问不了老师啊。啊，文娟，戏子离家3月，快手要回来了。你们的事，弟弟心情不正，只怕好事多磨。太尉谁知不正，对他十分爱才。故儿，你叫戏子月夜将我。离家万里去，不忘老师在北。司法公夫在此外，若知真理在公明。戏子离家万里走，我为你们做一片心。这位夫人，你们也了，你们也在这里。戏子你下出门来明年，戏子在外不好。魏夫人，相公走了万里路，他山着水。名家的白铁西陵墓，走在路上还是意，坐在衣上的西竹木，谁人上啊受不了，10件衣裳9件破，相公自苦不怕苦，今年是玩笑，魏夫人的话。玩笑什么？玩笑小姐的金玉良言。玩笑什么？玩笑小姐啊。平儿，一路上辛苦了，到里边去歇歇吧。不来，想着我了吧？不等啊。你呀，你也成了一个爱的我啊！我爱的我。文娟，我去就来。老师。
想为老死的娃，也好施法功夫才是娃。你还想什么？想你，想你的金玉良言，生生有呀女夫呀。想必师兄乱贼而归，这是我最近写的佛国之事，四妹请看。我喜欢，我爱他家顺结伴，高傲傲爽。
戏子，离家3月，可有所得？喂，老师，你这也好司法不服才子话，这真是千分万强。我看到了我的稳重姿态，希望我把字写得优美十足。我见到了空中鸟儿在飞起，明白了字要写得潇洒飘逸。我看到了山上跑步在飞起，懂得了字要写得流畅。我见到了老三个画家，明白了写字要有纹理。戏子，恭喜你，你找到了诗画的真谛。这还辜负了老师的教诲和师妹的期望。戏子，老天色夜晚早晨，你需要听了我句上京，茫茫大海有边际，须知司法无止境，要做女是众人之长，才能够在民家大成。你连天起劲唱新路，是人别提也用心。老师，这是我最近写的这个字字，老师请看。哎呀，真是神我3分。文娟，戏子的司法原在你的之下，可是现在他有长进。不，请师妹多多指教。真是大事了！这4日之间，定能获得太尉欢喜。好味道，应是到太尉就到。弟亲师妹真是的，但愿今日好日休。太尉此来是路过还是在家？他理当来，像是为文娟婚事而来，真是为文娟婚事来。巧得很，我本想明天登。哎，不是明天，是有天。有天是8月中秋，我邀请前人在此，都来观灯赏月。赏月观灯途中去，君在之中飘亏心，带来乡亲为父谁，为我文娟亲家女。
一定要来的。妾身是大人，告辞为夫。宋太尉。弟弟是良心什么？太尉神以上华官人为名，要请前人在此，要为你设新家训。魏老师，你总要想个对他才好。其实你不用着急，总裁家计，你只管跑着关路，陪着当花轿，声响滚呀，吹吹当当，谁去年轻便是。老师，夫自有道理。都来了，就为夫人到。好，本为夫人到正位配日子，有请。为夫人光临，用饮啊，用饮。太尉妙岁家婿，妾身岂苦不来？岂过，岂过。太尉，今日是谁家婿？更是四才、人才、义才、尊先。当然，当然。太尉，妾身女都要身材高八斗，太尉见了一定会喜欢。哦，他刚从外面又要回来。哦，太尉，这是公子的事法，请太尉指点。啊，飘色玉龙，骄色金钟，好事法，好事法！哎呀，魏夫人，这事法胜过赵羲子。赵羲子，当今天下
子结不爱，你是他家之母方玉，不将过上月牙归，我不请他滚灯来。他今日天来见太尉，不知他是哪一位？他是一个不为权势，不康不卑，不慕用啊，不团夫，不归。他可以定亲了。他呀，那人也君才，一见亲心两相爱，明山下英门呀有谁知？他的老丈人啊，怎样？不嫁女儿不婚配。是指有罪之人，有之之辈，难道我们不配做他的承用关系吗？是啊，这是他自己也有错。错在哪里？那一天他夫人院进士在，老丈人一见公子心喜呀老丈人他见在是做媒，公子他不生恨不想城门外，啥名上是一只气得老丈人，一腔怒火心上来。这是这么老夫旁当的赵戏子差不多。人做媒来陪呀在，老丈人不责诚心不理睬，自从那个不就是算了吗？那他的老丈人也太固执了。是啊，他的老丈人啊，真是太固执了。啊，你说的是怎样？他呀，他们就是找戏子。哎呀，说来说去又是一个找戏子。老爷，老爷，老爷，什么？有人迎亲来了。我又不嫁女儿，迎什么亲啊？老爷，老爷，花轿已在门外。哎呀，哪里来的花轿？红彩去，红彩去！老爷，花花草进来了。哎呀，哎呀，啊！赵喜子，是你？你来这人？我是来迎亲的。你是我红彩去，红彩去！红不得，红不得。怎么红不得？你不是答应人家，叫他今天才来迎亲的吗？我即使答应过，有凭证。你不是说要以身为证？哎，对，以史为证。喏。哎呀，太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正是我的不对。这上面不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那太尉这是无力拒婚，若将而去，切莫错过，喜之不服，中秋假期。
不中秋佳节，西子不中秋佳节啊！中秋佳节，我不是来了。妻子，你真是个守信的君子。你在这里呀，把我找得好苦，原来是你偷的把我啊！是你家小弟，曾经我家相公的，要你进去抱着抱着。不要是进去。太尉，你是个爱财之人，找戏子才瓦给事，因为你承接了他们两人的妻子了吧？这还不见过有无大人，不见有无大人。起来！太尉，趁此两人之人，先让他们两人成了亲了吧？真亲！哎呀，魏夫人，今天我真没是不真亲啊！太尉，你来看。点起了文化车，点起了文化车。嗯。